嗯，大家平安我是郑龙光今仔日咱真欢喜得到米粉圆要来甲恁讲一个真趣味的题目伊就是要继续伊顶几个月有来讲的一个主题，叫做伊用台语的社会语言学来利用真精彩今仔日伊要即个进行的方法会有分组较等咱较请伊来甲咱做一个说明咱台湾的即个语言一代搁一代变化了真紧啦母语咱台语为妈妈的讲的语言变做妈妈的妈妈讲的语言啦咱即个台语本来是即个台湾诶社会即个社会语言共同的社会语言煞变做即马安尼安尼串一个串一个强要无气去啦即内底当然即个原因真复杂啦但是我是感觉上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清洗国语政策政治的概念一个语言若是安尼会对着即个自然安尼的即个文化的转移对咧变迁对咧变化安尼可能问题毋是较尔啊大，毋过咱台语就是伫即个文化清洗即个语言灭绝的政策的中间伫短短的几冬内安尼宣传按一个社会的共同语变做强要灭绝的语言啊，所以伫即个环境的之下咱会用即个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甲看即个问题检测会诚趣味即张图你看，你会感觉讲，哇，这实在是语言会牵涉到偌济物件啦教育啦迄个大众文化啦所以遮济包含遮济的讨论啦毋过足趣味的伊而且有讲到即个 literacy 啦literacy 就是讲捌字要安怎教人读听写我一直甲看拢无文学，拢看无 literature 检测是伫学界内面即个语言对语言的研究和对文学的研究是两项无啥难做伙的款好，安尼今仔日咱今仔日节目真精彩我著甲时间交互咱今仔日的主讲者米粉圆伊是一个社会语言学家。好，我讲到遮。感谢梁光的介绍。我即马就先来分享音幕。我今日即个主题，我先来介绍我家己。我以前读博士的时阵呢，我读的迄间学校，伊伫迄 Washington DC 华府，美国的华府。伊的名呢，你听过你就袂记去，因为伊叫做乔治城Georgetown。乔治城呢？伫阮学校迄种社会语言学语言学内底我家己本身对社会语言学较有兴趣，因为伊是咧讲人甲社会甲语言的关系事实上呢，其实咱若要讲着语言，就一定爱讲着社会语言学所以讲语言学甲号即个名嘛，感觉敢若怪怪，因为咱的语言是无法度甲社会脱离的只不过号即个名了后呢，就互大家知影讲，咱伊的兴趣呢是特别咧讨论语言甲社会的关系好，今仔日这我甲叫做二集因为我前阵有讲到第一集今仔来讲第二集这叫做医用台语的社会语言学的第二集。其实今仔日要讲的物件甲医用台语较无关系
有关系所在呢是，因为我研究这个对象呢，拢是病院的病人，基本今仔要讲的题目，今仔要讲的题目就是台语家庭、台语传承的很出席的状况，因为我调查这个人拄好拢是病人，所以讲我得分享这个题目，以用台语的社会语言学，以后呢。今日听了，大家若无气涵咧，我希望以后搁当来讲第3集、第4集，因为第3集、第4集的时阵，就真正要来讲护士甲医师因对医用台语的一寡迄个想法。好，来，今仔日我想要来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咱知影讲咱的语言只要有开始有咧接触。对这个语言的本身呢的产生变化，比如讲咱即卖少年人呢，咱拢直接咧讲咱，应该讲咱的所在，因拢会讲阮，还是讲你敢毋是台人人吗？迄个妈就是受到华语的影响，所以就是讲，语言接触了后呢，对双方呢拢会产生一寡影响，这叫做语言的变迁，语言结构的改变。另外一个叫做语言的转移，就是讲本地伫即个社区拢用台语，因为华语入来了后呢，就开始愈来愈侪人用华语，愈来愈少人用台语，所以即个叫语言的转移。来，所以咱台湾即卖现象就是讲，以前咱讲 mother tongue 呢，就是我的 mother tongue 本地是台语，毋过呢即卖。应该爱讲，我的爸爸妈妈因的 mother tongue 才是台语，因为对我来讲呢，台语是阮妈妈伊的母语，对我来讲，敢若我的迄种，我上较习惯的迄个语言已经变做是华语，所以讲咱就是即马拄着即种的状况，毋过呢，伫咱即个时代咱即个世代就是讲，大家对语言的流失嘛愈来愈关心。虽然讲要甲救学转啊，有真正是足困难，毋过有较侪人对即个议题关心。咱台湾呢，自2002年开始嘛，乡土语言的教育，即马应该是叫做无共款的名。我敢毋通请问阿辉，以前叫做乡土语言教育，讲即马叫做啥物货？本土语。本土语，本土语言教育，甚至呢，咱的本土语言教育呢，即马开始要，国中、高中嘛拢有，所以讲，就是即种制度性的支持呢，虽然有若是无够，毋过呢，尚无一直拢开始愈来愈侪安尼，所以我就想要了解讲，即个新的价值观，甲咱即个新的语言的进程呢？对咱台语家庭使用台语的情形呢，敢有啥物款的改变？这就是我想要做的这个题目。我还未开始讲以前我先甲大家放松一下。咱即马有几个人呢？即马有，我搁看一下哦。等者，培珍，你敢会当我讲即马咱差不多有几个人啊？38个。好，38个人。我请问阿辉，你显示的名是啥物？我甲你设定。HAH。哦。奇怪，伊无都叫设定诶，足奇怪。好，无要紧。好，先安尼。好，我要甲大家讲诶，就是讲今仔即个报告，今仔日来遮，咱今仔就当做来遮开讲，我诶安排呢是咱有2轮诶小组诶讨论，有2轮诶小组诶讨论，所以你即马你可能会看到讲你诶名头前拢有加一个 ABCD，几号安尼，这就是较伫咱小组讨论诶时阵要安排诶，咱小组讨论开始诶时阵咱诶即个系统伊自动地甲大家 Q 入去小组内底。你就是甲写 yes，就讲你要入去小组，安尼就会使啊。咱伫小组内底就有小组长，伊会甲咱主持，若时间到诶时阵，咱诶系统嘛会搁将咱逐个 Q 出来，Q 转来即间大间诶，所以讲
小等安排恁拢免烦恼。啊，我就是互恁先知影讲，你的名头前有加一个 ABCD， 迄就是分组的意思。啊，咱今仔日按算有2个小组的讨论，好。啊，到这敢有啥物问题？无问题，我继续讲。我一般问即句话时阵，就是因为我喙焦想要啉水安尼。来吼，我想要研究的这题目呢，讲较明确，就是讲伫台语家庭，甲4代的咱有4代的亲人吼，就是讲甲咱的爸爸妈妈，甲兄弟姊妹，后生查某囝，个孙仔，即4代呢，咧甲因讲话时阵呢，咱用华语甲台语的比例是安怎？吼，迄当时因为我的问卷是针对一般人，所以讲我拢是写国语、台语，国语就代表华语的意思，即摆呢，我先来讲啥物叫台语家庭？我找的访问的对象呢，就是第一，伊本身会晓讲台语，伊讲台语，伊有法度用台语来沟通，来呢，就是讲伊甲伊的父母呢，伊咧回答即个问题的时阵，比如你甲你的爸爸妈妈平常时讲话的时阵呢，是用倒一种语言？伊若讲几乎都是台语，这个5分，几乎台语，偶尔华语，以台语为主，有当时掺一点仔华语，这就是4分。台语甲华语一半一半，这3分。若是华语较济，这就2分。若讲拢是华语，安尼就是1分。我会甲算，我收集的对象呢，一定拢是伊甲爸爸妈妈拢是台语为主，就是讲伊毋是4分，就是5分安尼。所以小等下咱要看的结果呢，就是这就是我咧讲的台语家庭，就是讲伊本着呢，伫厝甲爸爸妈妈就是拢讲台语为主，安尼即种的使用者呢，我要来看讲伊甲伊的后一代，伊的台语的传承是啥物款安尼，来。我就来讲我这个研究呢是2016年做的研究，所以这已经是6当前的代志啊，迄当时呢，我伫针对南部一个，我找3间病院，第一间是一个医学中心，第2间是一个区域的病院，第3间是一个搁较个装卡的病院，这3间病院呢，我拢总去找。我就是带一顿少年人，甲因训练，用台语来，用，甲阮有一个固定的题目，甲因问问题，安尼，用即个方式，阮差不多收着1300几份啦，毋过其中呢，敢若1229呢是有符合我要找的对象，我的对象就是啥呢？第一，伊是1966年以前出世的，所以讲呢，这人就是讲1966年，迄就是我出世的迄搭，所以讲呢，迄就是讲，伫我这个年龄层以上的人，所以讲，我就甲分做3个年龄层，第一个呢叫做51岁到60岁，因为这是2016年做的，所以若即马来算呢，伊即马就是58岁到67岁这个年龄层，这个咱就叫做中年这组，这个初老我伫遐咧想初老这组，恁感觉听了硬叫？大家毋知影有啥物建议？若无我就是甲讲老年这组，老年初老这组，老年这组。这就是即摆68岁到77岁，若中老，因为咱咧做的研究，若是甲年长者有关系，拢爱分即种叫做初老、中老、老，这是老人学，爱去
爱分分作有诶，吼，因为因即三个年龄层吼，因诶经验是无共款诶，吼，所以讲咱着甲叫做中年、老年，来中老，吼，中老是上界老诶，吼，是78岁以上诶，吼 ，OK， 好，安尼即摆来。这是第一个条件，因就是即马58岁以上的人。啊，第二个条件呢，伊的台语呢，伊有法度用台语甲人沟通，而且是叫不加流利。因为迄当时我做的题目叫做伊用台语的需求。啊，伊本身呢，伊若袂晓讲台语，还是台语讲甲哩哩啦啦，安尼伊就是无需求的人啊。所以我找迄种人做研究就无意思。所以我迄当时找的人一定拢是。我甲伊讲台语，伊拢无问题，所以伊诶台语能力差不多是4分到5分。4分到5分呢，就是5分就是足流利，4分就是有法度用台语甲人沟通。3、2、1就是就是较接近咱即马少年人诶台语安尼，另外呢，就是讲伊甲伊诶父母呢，拢是用台语为主，这大都有讲着。所以就是即3个条件诶人呢，就是我访问诶对象，好。我问因的题目，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因回答即4个问题，就是讲呢，你甲你父母讲话时阵呢，是倒一个较济，这5、4、3、2、1。你甲你的兄弟姊妹呢，甲你的后生查某囝，甲你的孙仔，所以这就是4代，上下4代，安尼就当看出即种语言的传承的即种方向，好。安尼即马咱就要来讲第一个结果啊，好，稍等一下，咱即马来做一件代志吼。因为确定我若来讲，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2个结果，这2个结果拢有2个讨论，讨论了后呢，我才来甲恁分享我的想法，咱要讨论以前呢，因为咱有要请小组长来斗3工，所以我即摆呢，就先来请小组长呢来自我介绍一下，互大家熟悉一下，好无？好来，安尼，咱伫 A 组的人，我就是小组长，来，咱来请 B 组的小组长。B 组的小组长是旭琪，来，旭琪，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孙旭琪，我即马是毕业生，搁在找头路的阶段安尼。大家好。旭琪本着是读政治系，政治系。安尼来，即马咱来请秋魂 C 组，第3组的组长。好，我是秋魂，我是迄个抱着忏悔心要来做即件代志，因为我为虾米会忏悔，就是我囡仔细汉的时阵，我无甲因讲台语，无甲因讲台语，我是台语人，因即马拢大汉啦，所以非常的忏悔，是抱着即款心情，希望家己会当尽一份力来做遮个工课。另外，我想要甲丹蕊老师say hello 一下，足欢喜听到你要转来台湾的消息。我应该去先台甲你拍招呼，就安尼。咱台湾见面。谢谢。即摆有愈济人，愈来愈济人知影丹蕊先生要转来，所以大家拢足欢喜，足期待啊。好，安尼即摆咱请第4组的林峰。大家好。你今日要讲即句话尔？我毋知影要讲啥。比如讲介绍讲你即摆咧做啥，还是？我即句就大毕业也无偌久，就算讲之前我有来即只有分享一寡参气象有关系的题目，就是迄是咱像是歌人的代志，就想讲就是摕即个就是想讲做一个小组长，就是大家希望讲等下会用分享讲家己的经验，讲互咱听呢，多谢。好，多谢。来，即马咱来请阿莹。
大家好，有听到无？有好，大家好，我是阿莹，会使叫我火金菇。我即摆是大学拄毕业，要去读研究所的学生。我有一个社团，号做大同台语社。我甲米粉丸的熟悉，就是伫即个社团熟悉的，就是即个社团是主要互少年人来伫线顶讲台语、用台语交流的所在。足欢喜今仔日会当看到大家，多谢大家，请大家多多指教。阿莹以后是要去读叫台湾文学研究所嘛，吼。哇，咱今仔有足侪拄当毕业的少年人，真好。来迄 F 即组咱有2个主持人吼，第一个是俊峰，第二个是阿辉。来，咱先请俊峰。大家好，我是叶俊峰，我嘛是拄啊毕业，准备要去读研究所的学生好，多谢。我毋是刁工吹呢，毋过遮尔拄好，就是逐个拄好拢当毕业。来咱细声哦。拄仔俊峰的声音有较细声，好，来，咱搁请叫阿辉，阿辉。大家好，我叫黄阿辉啦，我是咧台南人遮，即马我是有咧食头路啦，变讲伫咧国小吼，国小咧骗囡仔呢，甲囡仔迄落做伙讲台语，搁若有机会时阵，就是甲囡仔做伙讲客语安尼嘿。以上我有小解，有听着？有，感谢。阿辉老师吼，足够骗囡仔吼，因为伊毋若用台语骗，搁用客语骗，而且拢教了真好诶，囡仔拢足喜欢。好，今仔真感谢有咱即几个朋友来到这小组长。好，安尼来，咱即马就来继续来讲吼，咱确定要讨论啥物货？好啦，我搁继续来分享。所以我就来讲我的第一个结果。这先来介绍一下吼，这互大家知影者。是讲，即段遮吼，我有特别写，是讲呢，咱遮中年的，就是我即下呢，我即下呢，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世。咱先讲遮个，这啥？中老吼，这是上界老的吼。上界老的即组，因就是伫第2次世界大战以前出世的，出世的即组，所以因是伫1921年到1945年即个时阵出世的即组，即段遮差不多有95岁到71岁，平均呢差不多78岁，迄当时是2016年是78岁。遮呢，这是我上届济的病人，遮有505个，其中呢400几个是有孙的，28个是无孙的，查甫一半一半，查甫一半一半，来，第2组这老年即组，就是迄当时的70岁到61岁即个期间的人，遮有400几个人，有孙的330几，无孙的103个，查某拢一半一半。来就是我即个接缘的，接缘的人上介少啦，288个人，其中呢，因这就是有孙的人，差不多102个人，这个是少年的做阿嬷、阿公、阿嬷，大部分是还未有孙的，查甫差不多安尼，好，这就是因的背景。若讲教育程度呢，毋免我讲，恁拢知，当然就是讲，愈少年的因的教育的程度会愈悬嘛，愈老的因迄当时就较无机会读册，因的教育程度就较低。好，安尼即摆呢，来遮咱来讲一下就讲遮所有的人1200几个人属于教育程度较低，意思就是叫。初中以下就是国中以下，国中以下这叫做就是教育程度较低。若讲
高中以上的，我会记这是高中吼，高中以上的呢，对，遮有写吼，高中甲专科以上的，这叫做高教组吼，高教组差不多400几个人，低教组差不多700几个人，好，安尼说来，我就要来讲我的结果，咱来看结果啦吼。遮呢，我要请大家吼来回答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来，咱先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讲呢，我有访问因甲父母、兄弟姊妹，个后生查某囝孙仔，这4代讲台语的比例哦。这就是因讲台语的比例，你会看到讲一开始的所在，甲父母因为我有讲嘛，我访问的对象一定拢是甲爸爸妈妈讲台语4分以上的，所以讲因的平均的成绩，因的起点拢共款，因拢是安尼，因甲爸爸妈妈拢是4点几的，4.9已经接近5了，因的起点拢共款。毋过呢，咱会看到讲这3条线，就一直落落来嘛，伊一直落来就是讲，比如讲女少年的青色的是女少年的，女少年的这沿呢，伊咧落就落较紧，若较老的这上较老的这沿呢，伊咧落的速度就较无遐尔明显，有若是咧落，毋过就是较无遐尔嗲，没有那么懂，来，我即摆要问大家问题咱遮分做 A、B、C 3个年龄层，少年的我这沿的叫做 C 组，上较老的就是 A 组，来，咱来看咱来看遮甲孙仔讲台语的比例，咱遮拢是讲台语的比例，倒一个年龄层呢，看起来呢，伊甲孙仔咧讲台语的时，伊较想要放弃，就是讲呢，这我用台语真讲袂好，显得比较急切，想要对孙子放弃台语。恁感觉这3条线看起来是倒一点？A、B、C 是倒一个？大家先来看卖A、B、C， 你就当写伫开讲式的所在，写 A、B 还是 C？大家拢会当摇看卖哦。这段遮我想要表达的呢是 B 这条线，为什么是 B 这条线？来看，咱来看遮B 这条线，就讲呢，伊甲伊的后生查某囝讲华语、讲台语呢有4.19，伊教孙仔的时阵，教孙仔讲台语的比例呢，差不多3.03，3.03，所以你看这个坡度是毋是足惊？它陡降比较明显，较老的这条呢，伊的陡降的程度较无遐尔明显，所以这是紫色的甲咖啡色的无共款，所以讲我第一个注意到的代志就是讲呢，这个米族老年的这种呢，因看起来因较急要教孙仔呢，尽量讲华语。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来咱来看对孙仔讲台语的这种比例倒一个年龄层看起来无咱所想的遐尔低，就是讲咱感觉伊应该会阁愈低，毋过呢，其实无遐尔低，无遐尔少。恁看恁敢知我是咧讲倒一个？即马就是剩 A 甲 C 会当紧，好，来伫即段遮啦，我即马咧讲拢是透过比较来讲，即段遮咱来看即个青色的即条，这个青色的因为咱这每一代每一个年龄层，伊甲
每一个后代讲台语的比例是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哦，所以咱会想讲咧，青色即条呢，伊甲孙仔讲台语的比例呢，哦，我会想讲伊应该是搁较少。哦，伊应该会比伊即摆呢是3.06。哦，啊，毋过呢，我会想讲伊应该会搁愈低。哦，啊，结果无。哦，伊的比例是3.06。哦，好。所以这呢，就是我想要问大家的问题。后来，就讲我的结果呢，发现讲呢，知识的这条，这叫做老年这组呢，因对孙仔讲台语的比例呢，比其他的两个年龄层呢，因搁较迄个降幅呢更明显。啊来第二个呢，我甲叫做仪式缓减，就是较少年的这样呢。伊甲孙仔讲台语的比例，我本着所想的是会搁较少，可能敢若剩2.1还是1.1。结果呢，伊搁有3点几。所以伊甲这老年这种呢是差不多的。无咱所想的遐低。好，安尼即马呢，咱就要来第一轮的小组的讨论。咱要讨论啥物货呢？我即马我要搭咱的开讲室的所在，搭一个连接给大家。啊，你若会当，等者哦。我的迄个有一点无啥顺。等者。伫确认的款，另外你袂当搭伫确认是无？安尼，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啦吼？好，我拄拄啊做毋着一件代志，所以怎就跳无去。我即马伫开讲是有搭一个连接。这个连接呢，你若无方便 copy 无要紧因为还有咱的。来，请问培珍，你的分组敢分好势啊？分好啊。分好啊，好。即马呢，咱要讨论的题目呢，就是即段遮你若即个连接你若有入来，你若有入来时，你就看遮第一轮咱要讨论的题目就是遮，是讲美语文呢，伊的结果呢，看到讲呢，即个初脑即组就是老年即组呢，伊对孙仔讲台语的比例呢，伊比人搁较想要对孙仔讲华语啦，比其他的两个年龄层来比较。咱迄个中年即组呢，伊对孙仔讲台语的比例无咱所想的遐尔啊低。所以请大家来讨论，咱要安来解说即件代志。咱会当来讨论差不多2-3个讨论的原因安尼。好，安尼小组长拢知影题目啦，你也知影，好 ，OK， 安尼咱即马就要来请培珍，咱开始小组的讨论。分组啊。有分组啊。咱即马伫外口的朋友啊，就是甲我共一组。来，我来看咱遮。咱伫外口的即组的 A 组的朋友咱即个
B、C， 恁会当去恁的甲你分配迄组吼，即个 hate， 啊个 yeah， 啊个花华，恁会当去恁的 B、C， 吼好，好啦，咱伫外口的即组的朋友啊，咱先来讲第一个部分，吼，即个初脑即个年龄层就是知识的遮，知识的人咧，因就是即马差不多68岁到77岁即个年龄层，吼，因对孙仔吼，因较想要对孙仔讲华语，吼，因较比其他两个年龄层。大家敢有想着讲，可能是啥物款的原因？敢有人想要来先来试看觅？歹势拍断者，因为死住的即组拢无人入去因死内底，所以感觉咱的小组长尔哦。为啥物啊？所以，咱死住的朋友，恁敢会当入去？咱即马有足侪朋友吼，因个拢伫外口，因可能毋知影咱即马有咧小组讨论，好，安尼，无要紧，因咧可能就是，喂，培真，喂，是话，还是我话佮加混入去？好啊，无就是无，咱就叫死组出来好啊，叫小组长去加入别组安尼。若讲，因为我咧想，因无一个人，可能就是毋知影咱即马咧讨论。安尼你就先将死组甲关起来，你请秋云先去加入别组安尼，好吧？好，咱伫外口即组啊，敢有人想要来讲看觅啊？好，我来讲一个，我是Cecilia。好。我是感觉我有看到，因为我差不多拄仔伫即组甲下一组拄临界啦吼，我今年67岁，嘿，我感觉啦吼，我是伫湾区无加拿大，我伫遮感觉即个年龄层的朋友，我自以前看因咧较囡仔讲华语，我问过因讲恁是安怎无较囡仔讲台语，是安怎？伊讲囡仔要搁学两种语言较困难，所以要经一种的时阵，因经华语吼，因感觉讲华语的将来性吼会较重要吼，因是安尼讲，就是感觉讲华语伫将来即个世界上的即个使用率吼，会比咱台语较强，所以我感觉因是有迄种要安怎讲？即种考量啦，我无真同意啦。不过我感觉真侪人是因为安尼选择华语，无选择台语。捌过即寡人现在拢小可后悔。后悔。就是讲因的囡仔无法度较因讲台语吼，因嘛后悔安尼吼。我小可安尼分享。就是你头讲的后悔是后悔哟。后悔。嘿，好，多谢。好，敢有其他人想要分享？第一就讲感觉着华语较重要。其实咱会当想讲对其他的两个年龄层来讲，因可能嘛是会感觉华语较重要。毋过呢，其他的两个年龄层呢，无遐尔急切的要抛弃台语。敢有啥物无共款？就讲即个年龄层甲其他两个年龄层，敢有其他无共款的所在？咱来看大家敢有其他的想法。我敢会使讲。好，请讲。我是感觉讲，可能是台湾的大环境啦吼，因为我即马是看我家己的即个因是伫台湾嘛吼。因差不多是即个年龄层，因为伊的囡仔吼，就是受教育读册，所以伊的囡仔虽然讲伊介意可能讲台语嘛有华语人要讲，但是伊的囡仔变做伫外口工作啊，迄落下拢是讲华语，所以伊要搁介意的，就是后一代，就是阮即个因的孙的时阵。伊嘛是拢讲华语，所以变做讲我的即个有时阵
甲因讲台语的时阵，因无一定听有啊。伊的囡仔听有，但是伊的孙就听无。所以听无的时阵，有时阵你就会变做去讲华语去，因为咱即辈的人，咱嘛会当讲华语，所以就是讲，我是感觉是台湾教育的大环境的影响。所以因即摆小可有学一点仔台语，有时阵颠倒是伫学校的本土语言的课。互伊参加校，叫伊去参加台语比赛啦，伊小可安尼练啊，就是讲变做毋是讲伊普通时不是咧讲的语言。我感觉是台湾的大环境的影响。一个大环境的影响，个华语较重要。敢佫有其他？哇，咱已讲到2个原因啊，真赞，若无吼，咱就来讲第2个题目，第2个题目呢，咧问讲呢，即个较少年的即组即个青色即条呢，因即下呢，因对孙仔讲台语的比例呢，无咱所想的佫较低，就是因敢到遮尔，因无佫较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糟糕，敢有人想要讲看觅，可能是啥物款的原因？我来找看觅啊，好无？JR，敢有想要讲看觅JR 是住伫 Boston，住伫 Houston 的彭老师，嘿。彭老师敢有想要讲？歹势吼，我即个毋知是咧听你咧咧讲的即个，你的结论啦，我就是还佫小可乱啦吼。但是我用我的理解，来讲吼，你讲是咱也无咧想的迄个遐尔低吼。我是感觉讲，即个物件对我来讲，我本身还佫无孙仔吼。因为住伫美国，你咧讲台湾的环境，我是转去是感觉讲是安怎较无遐尔低，尚无可能是我的感觉啦吼，个人的观察是本身伊的一种自然讲出来即个语言吼，因为是台语啦，伊咧讲的时阵，若无意识咧讲话的时阵。可能是用台语会讲出来啦，即种我感觉毋是一个，这是自然的反应，是一个 intrinsic 的一个反应，毋是一个环境的关系啦。这是我的感觉，所以你讲伊是较无咱想的遐低，因为迄是伊本来先天性，伊无意识咧讲话出来，就是讲台语出来。好，是，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想法，多谢，就是讲，毋知啥物原因，伊就是自然会想要用，可能会想要对孙仔加讲一寡台语安尼吼，是，因为这就是我个人就是安尼啦，我转去虽然家己无孙仔，但是对阮这坐遐孙仔就是安尼。我咧讲的时阵，自然的反应出来，就是台语生出来。佮孙仔感觉安尼一个像阮孙仔讲，舅舅啊，你谁人较拢那像拢讲台语吼？即种物件伫我的讲话中间，我本身袂去想着。即摆渐渐等来下面接触较久，就会种，我变做倒转来家己讲，我即摆是咧讲啥物语言？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啦。好，是，好，感谢。所以讲，对彭老师来讲，就讲你平常时若华语甲台语比较起来，你是讲台语较济，敢是？是。好，多谢。好，我来问，吉田真悟，敢有方便讲话？老师好。小短气看觅。我的想法嘛是甲
甲拄则讲话的人差不多共款啊，就是讲是台湾伫台湾的大环境的影响，就是讲是就是就是最近才开始，毋是最近，毋过就是民主化以后才开始迄个重视本土语言的政策甲潮流有，所以才会就是有开始有孙仔的老人嘛，慢慢感觉讲，就是对家己的孙仔讲台语有意义有价值安尼。哦，好，哇，吉田真武，我毋知要安用台语来画你的名，啊，你敢会当甲大家先自我介绍者，因为可能真侪人无本人，对啊。我是日本人，伫日本的日本人。各位大家好，我是台语念做吉田，毋过敢若无人安尼称呼，所以我的日本名就是吉田。我即马伫咧日本的大学伫做台语研究的研究者。今仔日因为我的专业嘛是甲纸老师共款是社会语言学，所以才有兴趣听老师发表来参加的。请各位多多指教。好，你会当叫我美文玩的哈。请问你是日本人，啊？你是伫倒位学着台语？你的台语讲啊真好。无啦，无遐尼敖。我一开始是伫咧日本的大学，上台语课，因为拄好阮大学有开迄个台语课啊。后来来台湾留学的时阵，上台湾迄边的台语课啊，甲一寡台湾朋友有做交流，语言交流安尼，遐个人甲我教的。哇，大拄迄是因为我事先知影你是日本人，我若毋知影你是日本人，我会当讲哇，你的台语敢若讲了比遮的少年人搁较赞。无啦，毋当安尼讲。顶一届迄李兴赞，敢我来讲敢对？李老师伊咧讲北田的故事的时阵，伊甲讲北田嘛，安尼所以你会是毋是当讲吉田、吉祥？敢会当安尼讲？大家敢知影？好，无要紧，无我着暂时用华语来画安尼。好，安尼真感谢大拄大家分享的想法。好，安尼即马培真，你敢有听着？你甲大人叫来吗？对，你试了了，因着差不多1分钟内就转来安尼。好，安尼咱即马等其他的小组的人转来，咱来看，敢佫有其他人想要分享啥无？比如讲Susan，你敢有想要分享啥？敢有啥物看法？好，无要紧，安尼其他培真其他的小组因的人敢会讲伤少还是安怎？迄个话人较少，按个嘛是拢有在讲。好，所以讲分配较无平均。好，安尼你确定较看状况，互伊尽我量较平均呢？好。咱要转来啊！好，大家拢转来，好。好，安尼我即马搁来分享吼，我来看咱的 PPT。歹势，美粉丸，我有一个小小问题想要甲你
提醒一下嗯，吼，因为咱哦，即个开讲时你讲的时阵吼，我希望会当一开始就互阮知影，阮有几分钟会当用的时间，因为一开始毋知影，所以我变做无法度去控制，互每一位开对讲室对对对，内底的朋友拢会当发言，所以我对国话你若有听着，我甲你讲，我足歹势。哦好，好，对对对，嘿，我拄拄啊，我一开始时我就想着，我就知影讲我袂记甲恁讲即件代志。好，多谢你甲我提醒。咱原则上应该是伫差不多10分钟左右。吼，啊，第二轮的时阵有当时因为时间哦，可能会提早甲恁 Q 转安尼，所以足歹讲诶。所以原则上就差不多10分钟安尼。好，好，多谢秋芬甲我提醒。好，安尼来。拄啊吼，阮即组有讲着一寡想法，啊，我想咱来找一组吼来讲看卖啊。好，我来找，拄啊秋文，恁伫倒一组？你伫倒一组阮是伫 C 组， ？C 组，啊，恁迄组敢有人？有有3位朋友，挂我好4位，好，啊，所以恁有讨论着对啦吼。我有讨论。好，安尼我就先请你来讲看恁迄组敢有啥物想法，好无？阮即组的想法就是针对第一题吼，比如占星老师讲着，甲志聪老师讲着的，拢是拢有特别讲着，因为是即个环境的问题，啊，即社会氛围的问题，就算会去考虑着，因为本身已经知影受限制啊，所以先知影讲，我若讲台语，其实伫迄当时政府的压制之下，我是无头路他食的。我是无法度，我可能我的生活会过较艰苦，我无法度去找着好的头路安尼，所以伊无愿意家己的事实有受到即种惊时势甲伊共款啦，因为现主时伊就是伊看到的现实就是安尼，啊，所以就是是大人会感觉讲，若佮甲囡仔讲台语，其实可能是对伊无好的代志。啊嘛有提起着讲，就提起着讲，若想要甲大家，咱即摆有知影讲要甲台语佮捡转来，啊，希望会当去甲大家分享咱即个想法的时阵，这是一个足严肃的议题，所以，咱志雄老师有咧分享着讲，伊咧讲的时阵袂，刚开始可能讲较知影讲用严肃的方式甲人讲，人可能会较排斥，啊，所以伊就用迄种较亲切、较轻松的方式，啊，人甲伊共演的，其实伊嘛无偌大啦，伊是民国47年厝的安尼啦吼，所以伊就讲用即个方式甲伊共演的来讲，咱爱伫厝里甲孙仔加讲一寡台语，较袂以后吼，啊，若转去是可能来别咱陪忙创啥物，可能拢听无你讲啥物，影响即种激励。尾也是加入的是国话，因为国话入来讲的是剩无1分钟，所以其实伊嘛讲着讲，伊嘛是想讲要含家己的囡仔会当讲台语，只是讲伊伫国外可能即个环境嘛无稳准，所以但是有即个想法，大概就是安尼，多谢。好，多谢，好，我想咱个当个来找一组来讲看卖啊，好，我来请阿莹，恁即组你敢会当讲看卖？恁即组有讲着啥物想法？我感觉阮即组的想法，我毋捌想过，毋过我感觉是一个真好的想法，因为阮即组关心的，就是想要问讲，因的孙仔大约是几年厝的，就是差不多几岁的，因为阮的想法就是想讲，若是中年的即组对囡仔讲台语无遐加，有可能是因为反正孙仔还真细汉，孙仔拢是互是大人带的，就是阿公阿嬷带的，因为囡仔伫真细汉的时阵，反正学台语会较紧，较有效率，阿公阿嬷嘛会对囡仔讲台语。所以，若中年的看到囡仔，凡事都会对伊讲台语，因为有可能是长期的，互阿公阿嬷带的。
啊嗯，可能较少咧看重囡仔，也是讲凡说，就是可能日时啊，阿公阿嬷甲伊讲话，就是用台语讲，啊，中年就会对迄个孙仔，佮讲迄个台语安尼，阮的想法是安尼。啊哈，好，哇，我做协会吼，无较早来甲大家分享诶，安尼我就当将恁诶想法写入去论文。好，我感觉恁讲诶拢真有道理。好，啊，我即马吼，我就来时间诶关系，我即马就来讲我诶想法。好，啊，我诶想法其实甲大家拄仔讲诶差不多。吼，我要讨论诶时阵吼，我会讲着即三个年龄层因无共款诶所在。咱来看第一个年龄层啊，吼，第一个年龄层呢，因即马是，咱拄仔讲呢，吼，咱来看，即个年龄层的人，吼，拄仔讲因是差不多即马的78岁以上，我看嘛，我去看一下，吼，对，78岁以上，吼，因就是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迄个年代，吼，迄个年代的阿公阿嬷啊，我甲讲咧，因叫做因是迄种华语的资本较无，就是讲因较少咧讲，因无机会讲华语。吼，啊，毋过虽然讲因无机会通，因足少咧讲华语，毋过呢，因已经受到咱即个大环境的影响，吼，嘛开始对孙仔咧讲台语，吼。所以因即个年代的人呢，就是属于即个因有经过日本殖民甲外省的霸权，吼，的即个年代，吼，所以因是迄种上界有法度去感受着讲呢，你若袂晓讲叫即个政府的语言，还是官方的语言，你会失去真侪物件，吼。比如讲呢，吼，即个李登辉伊即段吼，常常拢有互提起来咧讲。伊讲咧，伊70几岁啊，伊为日本时代光复到现代，伫无共款的政权之下，伊深深体会着讲做一个台湾人的悲哀。伫日本时代讲台语，爱伫日头吼，爱伫跪遐咧迄个晒日头。啊，光复了后嘛是共款，我的后生。汉文、新妇、外文，因伫学校讲台湾话嘛，互曾经去互处罚挂牌啊，安尼。所以也就是讲，即个年代的年长者呢，因是上界有法度去体会着讲，你若无法度讲国语，吼，政府的语言，安尼你会去互糟蹋，吼。啊，毋过对因来讲呢，对因来讲呢。因大部分的人是较无机会学着华语的，吼。啊，毋过呢，因为即个大时代的改变，吼，孙仔开始拢讲华语啊，吼，所以因嘛是会去勉强家己对孙仔来讲华语，吼。啊，因为因本身就是毋是迄种华语讲了真认真的人，所以因对孙仔讲华语的比例呢，无遐尔啊悬，吼。所以对即三个年长者来讲呢，因为因华语的能力较弱，所以讲自然伊对孙仔讲话时阵，伊讲台语会比人较悬，吼，比即两个年龄层较悬，吼，所以这是第一个年龄层，伊甲人无共款的所在。啊，即摆咱来讲第二个年龄层，就是迄个第二个年龄层呢。拄仔咱讲，因就是67岁到70几岁遮，吼。因呢，因为即个年龄层的人呢，因就开始有机会读册，所以呢，华语对因来讲，较毋是问题，吼。所以拄仔咱有一寡迄个朋友都有讲着，吼，讲，比如讲拄仔秀婉讲着伊的姐姐，吼，第一是孙仔听无台语，因为即个阿嬷本身嘛会晓讲华语啊，吼，所以讲，拄仔嘛有人有讲着，就是讲，因知影讲，囡仔若要出头天，就是爱有法度用迄种官方的语言，吼，所以讲呢，即个年代的年长者呢，因是有选择权，因为因教育的关系，
因已经会晓讲华语啊，所以因会当选择讲教孙仔呢讲华语，因为因了解讲呢，华语呢是即种，这讲向上流动的语言资本。所以讲，大多有人讲着讲，你若要找头路，你就爱华语讲了会使，你才会当找着较好的头路。所以讲呢，我以前访问的一寡年长者，伊就甲我讲即句话，讲台语无效啦。所以讲，是讲即个年龄层的人，因为伊有华语的选择，所以呢，伊知影华语的重要，所以伊会较急要教孙仔呢讲华语。这是即代会晓，所以这叫做讲，伊希望会当透过教孙仔、囡仔讲华语，来改变因的阶层，安尼，这是即代的，甲大拄仔叫即代的无共款。咱即摆来讲上界少年的即代，上界少年的即代呢，我即组有，大拄仔吉田，甲黄老师，因有讲着一点就是讲，因为像我这样呢，已经做阿公阿嬷的，因为咱这样的人呢，咱有机会读搁较悬的册，咱有受到较侪的教育，所以讲对咱这样的人来讲呢，咱较有法度去接受新的迄种新的知识。还是新的意识形态，咱知影讲全世界拢咧话讲，做侪语言就要翘起啊，咱咧话讲本土语言爱安怎，所以讲因有机会去接受到这新的资讯，所以对因来讲就有一点仔改变，而且呢，就讲因的孙仔，若开始咧读国校的时阵呢，因为因的孙仔时代呢，就已经拄好有接到。即个本土语言教育开始啊，所以伫学校就开始有咧教台语啊，所以讲当然遮个少年阿公阿嬷呢，就可能会较想要教孙仔讲台语安尼，因为因算过讲是迄种会晓讲台语的人，所以就是讲即种，所以就从大拄仔逐个斗起来的话，大拄仔阿姨有讲着就是讲。因为遮少年阿公阿嬷呢，因有可能呢爱帮伊的后生查某囝照顾孙仔细汉的时阵，带做伙，所以讲呢，可能就是因为安尼，伊家己本身嘛佫真会晓讲台语，所以就自然对孙仔讲较侪台语安尼，所以讲呢，因的迄种台语流失的比例，感觉较无遐尔明显，所以这就是我对因即三个年龄层无共款的解说，因这个年龄层呢，我甲讲这叫做暧昧矛盾的语言价值观，因为对这个有受较侪教育的少年阿公阿嬷来讲啊，因为因当然嘛知影讲，比如讲因可能对因来讲，因会感觉讲摆遮可能囡仔读英语佫较重要，还是讲华语嘛真重要啊，毋过对因即代人来讲，因当时嘛有去听到即个资讯，讲本土语言嘛爱重视，所以对因来讲，这有一点仔矛盾，暧昧不明的语言价值观，为什么我会讲暧昧？这尾仔咱佫会讲到一件代志。好来，咱来我刷来讲后一张这在遮因为我若有看因的无共款的教育程度，因厝讲台语的状况，遮咱就会看到这 A 呢，就是小学无读册毕业B 呢就是读小学毕业的C 就是初中 ，D 就是高中 ，E 就是专科以上咱来看遮这四个年龄层，所以咱把这个四个教育程度的迄个人共款你嘛看到讲，因对囡仔讲台语的比例是愈来愈少，就是每一代愈来愈少。什么人上较严重呢？就是教育程度愈悬的人愈严重，对毋对？因为教育程度愈悬的人呢，伊就是有机会学着华语嘛，
所以伊会感觉讲华语可能较重要，所以教育程度愈悬的人，伊的语言选择愈侪，所以所以所以你会看到讲教育程度较悬的人呢，伊甲厝的兄弟姊妹、后生查某囝、孙仔讲台语的比例一定拢比人较低，好，即马呢，即马来，毋过咱有看到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对孙仔讲台语的比例呢，倒两个教育程度呢，无咱所想的遐低。咱大家来看，这 A B C D E， 这内底呢，倒两个呢，看起来没有想象中更糟。大家看这个。大家会当写伫开讲时的所在。好，遮我就来讲我的想法。歹势，今仔日拢互恁安尼动头脑。好，即段遮咱来看对孙仔讲台语大家一定拢是一定厝落啦嘛，一定拢厝落啦。毋过遮咱看到即个咱来看你看 A B C D E 因的距离拢差真远，对毋对？A 甲 B 呢差足大。B 甲 C 嘛差较大，毋过即个 D、C、D、E， 尤其是 D 甲 E 呢，因两个足接近呢，因两个较接近，也就是讲呢，若讲在咱来看，咱可能会想讲咧，即个 D 甲 E 呢，就讲高中以上甲专科以上的人呢，因可能呢对孙仔讲华语的比例应该会搁较悬，毋过呢无，因真的呢，无像你没有那么急切的要丢弃台语，这是我看到的现象，我的解说呢，就是大多我咧讲的暧昧不明的态度，就是讲呢，有教育程度的人，受教育程度的人，因就较有法度接受新的资讯，因可能较有法度去认同新的资讯，所以讲呢，因就会可能对这种新的这种本土语言的教育呢，因较有这种意识，遮咱会当，所以讲咱就看到讲教育程度较悬的人呢，因就有一种较矛盾的这种想法。一方面，因知影华语真重要，毋过另外一方面呢，因嘛会当认同讲本土语言有那重要，所以讲因迄种流失的程度呢，都有小可动起来安尼。好，即段遮我想要甲大家来讲这咱若甲以前的人做的研究呢，会当看出真侪类似的所在。比如讲，即个张惠珍，伊伫1994年伊做的即个研究伊讲的伊遮讲伊这是20当前做的研究。迄当时看到的现象就是讲呢，无论是倒一个教育程度伊对厝内底的人佫会当维持呢讲台语较济。唯因呢，就是教育程度较悬的人呢，伊对囡仔呢，一定是华语比台语较济啊。这是伊20当前做的迄种教育程度较悬的人呢，对囡仔就一定是华语比台语较济。毋过呢，我的研究看到的是，虽然因对囡仔、孙仔嘛是华语较济，毋过无遐尔严重，无咱所想的遐尔严重。这个叶高华，伊伫2017年做的研究伊有发现讲呢，有拄咱的低学历甲高学历有两个极端的无共款。伊讲呢，低学历的人呢，因本身呢较少咧讲华语，毋过因拢会望因的后一代呢会当讲华语。
迄种较读册读较悬的人呢，因本身呢较少咧讲台语，毋过呢，因会希望讲后一代的人呢，会当将母语救转来安尼哦，所以这是一种足矛盾的即种状况，好，好。总共一句话吼，咱就当看到讲呢，愈少年的阿公阿嬷，搁再呢，读册读较悬的，教育程度较悬的人呢，因对台语的传承呢，因会较注重吼。所以讲这就是我会记得真早我伫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嘛，有听到另外一个老师伊咧讲，如果咱即个台语的推散呢，有一点精英化的这种趋势，这个《天下》杂志呢，伊嘛有做这篇的报告，伊讲呢，伊这个伊的题目叫做英文晚点学没关系，双语正夯，精英家长却要小孩子全台语，伊遮就是咧去访问台北有足侪迄种少年辈的这种台语家庭，伊遮就讲，双北却有群年轻的家长坚持要用台语交谈，组成亲子共学团，所以一个刷出来，下一段伊就讲呢，高学历的年轻家长逆风提出台语班，加入共学团的家长年龄大部分都落在30到40岁的年龄层，而且有亮眼的学历，很多呢不乏是医师、律师和工程师，然后但是他们就是因为想讲要让囡仔来开始讲台语安尼，所以这就是所以就讲我的研究看到的现象，就是甲这段遮因看到的现象是同款的，就是讲较少年辈阿公阿嬷，搁在教育程度较悬的人，会较想要对孙仔讲台语安尼，这就是咱看到的一个现象。好，安尼讲到遮，敢有啥物问题？敢有啥物有人想要分享啥物想法咧？我会使分享互美惠老师参考无？好，请讲。第一项就是讲其实你拄则有讲到一个讲年龄较济的人伊讲的台语济少我认为一个真大的原因是安尼就是讲，迄个人若有学过华语，伊讲华语甲下代讲华语的比例就足悬的啊，因为咱规个社会的氛围。伊虽然袂晓，伊感觉讲伊惊伊的孙后日去读册对袂着阵，因为咱去读册了拢用华语咧教嘛所以伊惊伊的孙对袂着阵，做是伊的华语无讲介好，伊嘛会甲孙讲华语，敢若有一种囡仔就是我事实捌伫国小教过的经验，拄着伊的长辈阿公阿嬷。一个华语拢袂晓讲，迄种的囡仔伊的台语讲了才会较标准，无拢会去学华语语，这是我的经验讲互你参考啦。过来这个教育程度较悬的人伊有可能对家己较有信心，所以伊勇敢加讲台语。但是教育程度较无好有的是因为适合的环境，有的是伊本来功课就无好啊。伊功课就无好伊就有一点自卑，有可能迄个心理的发泄的迄个投射关系，所以伊就想要互伊囡仔学较济华语。我讲我这嘛有啊，过来咱的华语伤过了普遍啊，普遍到变做咱家己内化，甚至有足济人伊感觉伊是台语人，比如讲我最近不是有当时会扶轮社邀请我去演讲，我咧讲拢甲台语有关系，因无形中讲足济华语伫内底，但是因无感觉。除非咱咧研究这对这较敏感，我讲你讲的话，有足济好朋友讲，你拄则讲，其实足济华语讲无哪有，比如时间录音起来互听，伊无感觉。伊无底甲讲伊讲足济华语。好，多谢志聪的补充好，就是讲我感觉拄仔我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真有道理啦，就讲因为遮个叫教育程度较悬的人，伊可能伊的工课，就讲伊的腹肚已经够饱，所以伊有加的气力会当来做推萨台语的代志，因为伊无需要去烦恼伊的迄个经济压力，因为伊的学历较悬，伊的工课可能嘛较稳定，所以讲伊有加出来遮个气力会当来做台语的代志。啊，若迄种教育程度的较低的人，伊可能就是要顾3顿都袂赴啊，所以伊当然就是要顾3顿，伊就是要用华语安尼，所以这是一个较现实的状况。好，啊，即摆来，我要来继续讲我的第2个发现，好，即段遮，好来，咱来比较啦，即段遮这是我感觉即个发现呢，是我这篇论文的一个特色，大家听看卖啊，遮呢就是咧比较啥货呢？因为即段遮我访问的遮1200几个人因有的人有孙啊，有的人无孙啊，有孙啊甲无孙啊差真侪哦，差伫倒遐呢，无孙啊的人伊就是无第4代嘛，好，大拄咱有看到讲大拄我有甲大家讲哦，咱即摆28张，好来，我即摆先转来，互咱看头前的资料，无我就安尼讲啦第种上界老的迄个年龄层呢，大部分拢是有孙仔的人，无孙仔的人呢，比如讲你若7、80岁的人，毋过你无孙仔，迄是较少，迄差不多有20几个人，较少的，迄个年龄层较少的人，较少人是无孙仔，若离我即个年龄层的人呢，有孙仔是较少的代志，对毋对？我即个年龄层的人，若是已经做阿公阿嬷，伊就是即个少年阿公阿嬷安尼，好，所以讲咱就是有即个概念，有孙仔甲无孙仔差伫倒遐呢？这就讲平拢是中年，就是我即样的人呢，无孙仔的人，伊甲伊的兄弟姊妹，甲伊的后生查某囝咧讲台语的比例呢，一定较少，比迄种有孙仔的人较少。就是讲我即个年龄层有孙仔的人呢，伊讲台语，伊甲伊的兄弟姊妹，甲伊的后生查某囝讲台语的比例，会比迄种无孙仔的人比例较济、较悬。来即个初老即个年龄层，就是60几岁到70几岁即个年龄层呢，同款，伊若有孙仔呢，伊对伊的兄弟姊妹甲后生查某囝讲台语的比例，就会比迄种无孙仔的人比例较悬。OK， 这我就甲叫做孙子效应。这就是下来要互大家讨论的问题。这下骹这有若有另外一个现象这有一个现象，就是平拢是高中的程度，还是讲大学的程度，有孙仔的人呢，伊甲伊的后生查某囝兄弟姊妹讲台语的比例，嘛会比遐个无孙仔的人较济、较悬，所以咱即个问题就是安尼，有孙仔的即种少年阿公阿嬷，还是讲一般阿公阿嬷呢，对兄弟姊妹甲后生查某囝讲台语的比例会较悬，高中甲教育程度较悬的人，有孙仔的人，对后生查某囝兄弟姊妹讲台语的比例嘛会较悬，恁感觉为虾米会安尼？即摆咱要过来小组的讨论啦，咱即轮就互大家讨论差不多10分钟，10分钟。恁若讲了已经无话通讲，无恁就互相熟悉一下，安尼，好，安尼即摆来慧珍来，请你开始，我即摆个分解来，等我一下哦。请大人若收到讲编组落去，就甲按确定，安尼较有确定讲你会当入去小组内底。
嗯，我有记了啊。我我无，无看到呢，看到啊。这一个，安尼哈。好啊，啊，咱伫外口即组诶朋友啊，敢有人想要来分享？为虾米有孙仔诶人呢？伊甲伊顶悬诶兄弟姊妹、后生查某囝呢，讲台语诶机会嘛会较悬。好，咱即组敢有人想要讲看觅啊？咱即个 T.O. 这是爱念敢是应该说杜先生，杜先生，伊是杜先生。杜先生，好，杜先生，敢有想要讲看觅？我无啥物想法咧，歹势。好，无要紧，无要紧。啊，其他人敢有想要讲？还是讲恁想要讲啥拢无要紧，还是要自我介绍嘛无要紧。你的意思就是讲，伊有孙会讲，伊无孙会讲较济台语。有孙诶人，伊甲伊诶兄弟姊妹，啊，搁再甲伊诶后生查某囝讲台语诶比例呢，会较悬。孙会较悬。有孙仔诶人，伊甲伊诶兄弟姊妹、后生查某囝讲台语诶比例，会比遐个无孙诶人讲诶比例较悬。我知影，安尼写法吼，有当时会编袂过。总共一句就是讲，有孙诶人吼，伊讲台语诶，伊会想要讲台语诶迄种想法会较悬。啊，恁感觉有可能是啥物款诶原因？因为我是感觉讲语言吼，其实有时阵你咧讲是一个习惯。你甲即个人讲啥物话，你甲迄个人讲啥物话，迄是一个习惯。嘿，啊，因可能过去就是讲兄弟姊妹，啊，阮就是讲台语啊。啊，你也准讲甲孙，因为你即马做者孙吼，伊是伊有诶伫台北读册诶孙，啊是伫倒读册诶孙，伊本身伊台语都无好嘛，啊，所以你甲伊讲，伊可能嘛袂晓讲，啊，所以就变做甲伊讲华语。嘿对。毋过咱遮看到诶是迄种吼，就讲虽然伊甲伊诶孙吼，可能是爱讲华语，毋过呢，兄弟姊妹中间，伊是讲台语，啊，因为我感觉这是一种过去的习惯，因为迄种习惯吼，你即使你要甲改，你嘛真古怪，你若过去拢安尼，你即摆是要哪改？毋过吼，咱若安尼讲诶时阵吼，咱要安怎讲？就是讲遐个无孙诶人，伊甲伊诶兄弟姊妹讲，伊嘛是过去诶习惯啊，对毋对？毋过伊甲伊诶兄弟姊妹讲台语诶比例呢，就无遐尔啊悬，无像迄种有孙诶人遐悬安尼。我来讲较古怪呀。我知影即条较奇怪，即条题目较奇怪。好，无要紧，无咱就这真趣味啦吼！我是 Houston 的 JR， 我若对即个问题，我若了解无毋对，讲你咧讲的，就是讲我若本身无孙啊，我咧和我干辈咧对谈的时阵，我就可能较会用华语来讲的意思。对。即种我即摆咧想法，用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讲，
我若转去，我遐有孙仔的吼，有孙仔伊本身嘛无莫讲即点，对我转去向阮姐，阮姐即马伫台北咧教册。伊迄当时还未去台北的时阵，伊伫台人，阮兜因为爸母算日本时代的人，是拢讲台语。但是去到台北，伊咧教册以后，我若转去，伊是足自然的，伊就是会用即个华语咧向我讲，伊家己无感觉。我一听，我就是感觉，无共款，因为阮过去都毋是安尼嘛。但是伊即摆咧讲是华语，即种倒转来对，你即摆我是较早就是安尼想，我是感觉因为伊伫迄个环境，伊咧教册，伊伫日常生活内面，伊是华语咧讲，伊转来，伊变做伊自然就华语是伊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的语言。所以伊咧讲的三项，我咧讲，伊自然就是变做是用华语咧讲。即摆倒转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咧延伸的，就是讲，你咧想讲是安怎我转去会讲台语对孙仔吼？颠倒我即摆我咧想起来，就是讲，我迄当时可能有照顾伊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因伫台湾，因咧讲，虽然孙仔咧向我讲，因知影我咧讲台语，因会晓讲，但是我会感觉因咧讲那像客啦，安尼像做无偌久就会搁转国语吼，转迄个华语。我要甲因讲台语，可能嘛是一种调工的呢，毋是讲，我感觉因华语已经讲啊诚好啊。即摆你咧伫即个生命内面，我较有咧想讲，我迄当时可能是调工要去讲台语的啊，含孙仔要讲，是迄种的关系伫咧，心理上的关系啦。就是安尼讲，毋知有达到你讲的意思啊无？是。真趣味吼，就是讲，因为最你讲你家己本身是无孙仔嘛，吼，对毋对？是。毋过应该讲，可能你的台语的意识较强，所以讲转去甲看到因的孙仔的时阵，因的囡仔孙仔时阵，你着想要教因特别有迄个意识，想要教因讲台语。有可能，颠倒是因可能伊教你的时阵，就自然受到台湾的华语的影响，伊就开始拢讲华语安尼。是。对，所以讲这听起来就是讲，敢若较亲像讲，你本人的迄种台语的意识较强，所以讲就较会主动想要对孙仔讲台语安尼。你嘛会对你的叫你的兄弟姊妹嘛是尽量讲台语嘛，吼。是。对。所以讲，在你来讲，你较特别，因为你是迄个无孙仔，毋过你拄好教我即个研究吼，拄好倒变。拄好倒变的原因是因为你本身是较有台语意识的人，吼，安尼讲敢毋对？可能啦，我想是。好，真感谢你的分享，好。背景咱差不多个，是毋是个差不多一两分钟的小组就结束，对毋对？搁2分钟，搁2分钟1分钟啦，差不多1分钟。好，安尼，敢搁有其他的朋友想要分享一下？分享啊？安尼确定，我等因转来的时阵呢，我才来讲我的想法。即马咱搁来找看，Cecilia， 你敢有啥物想法想要分享？即个题目我无感觉讲特别讲，迄个 difference 就有关即个你讲即个教育程度吼。毋过我感觉真趣味的，就是可能你看到孙的时阵吼，要甲孙讲的语言拢是上基础的母语啦。
啊，你嗯若是哼，家己出世的时阵，母语是台语吼，你想到的迄寡囡仔话吼，拢台语啦。我感觉即点我家己感觉较深的感受，就是亲像我的囡仔是伫加拿大出世大汉，但是阮厝内拢讲台语嘛。我的囡仔是英文环境大汉，总是我即马真趣味，就是我看到因家己做老母了，虽讲因的先生也是太太拢袂晓讲台语，吼，但是我的囝较我的查某囝，我也无特别甲讲，啊，不过我着看因两个足坚持，拢一直甲因的囡仔讲台语。有可能就是因为细汉的时阵，因细汉的时阵，老母老爸甲因讲的话拢是台语，所以迄寡要甲囡仔讲的话，也是讲迄个生活拄开始的一寡真基础的物件吼。因两个是台语比英语搁较顺啦，搁较煞。所以因就是足自然的，就是拢一直甲因的囡仔讲台语，真趣味的一个代志，嘿。好，多谢多谢多谢你的分享。好，啊，即马逐个拢转来，啊，我即马就来请即个叫顺丰甲阿辉即组，吼，啊，恁即组先讲，啊，讲了就请明芳甲旭琪，吼，恁会当讲恁的恁听到的想法。好，来，咱请顺丰甲阿辉即组要请啥物人来？敢会当请阿辉来讲看觅，看恁即组有啥物讨论？好，我是阿辉吼。阮即组即马后壁只，阮本来原先进前遐阁有美智甲数学啦，啊，毋过因为感觉阁分组了，迄个美智我看伊进前像迄先离开，啊，数学嘛无来，所以阮拄仔干那剩我甲迄个顺丰两个人伫遐讲话安尼尔。啊，阮两个伫遐讲当中，阮是咧想讲吼，阮到尾仔有一个迄个，阮咧讲阮的生活过程啦，啊，像讲本身讲起来，阮并无啥有感觉讲迄个有孙仔甲无孙仔，这有啥物情差？因为像我的迄个阿姐因吼，因本身就讲因拄好是属于较悬年龄的，啊，毋过因拄好较低学历的，哦，因为较早人较少，啊，着去做工课嘛。但是我看因嘛是倒转来了，因的孙仔若入来了，因着突然马上变化，因为伊虽然讲伊嘛有读到小学啊，伊嘛会讲华语啊。所以伊嘛是会突然转换了，甲因的孙仔咧用华语咧交谈安尼。我其他阮本身就来了，我搁着两个小妹，因本身有个囡仔嘛，比如讲伊还要孙啦，但是因有够囡仔，因本身就是较悬学历啊，啊，迄个年较小小看，因但就是算讲伫即个社会本身迄个会较悬学历，啊，伊着工课嘛较好啦吼，啊，即个时阵主要是拢讲华语为主。啊，你嘛拢讲华语哦。伊细汉带孙的时阵，伊是用台语讲，啊，毋过等咱因孙叫读个幼稚园了的时阵，倒转来了，因孙伫幼稚园开始学华语了，讲到足溜了，伊就传，伊甲阮阿嫂两个就传，有时会就因孙用华语咧讲话安尼，只是干那我啦。啦，等于啊，毋过若等于甲人聚餐的时阵，聚会的时阵，我是伫迄个囡仔面头前，我著讲伊咧讲啥，我拢听无啦，我干那要听台语尔。啊，所以迄个囡仔伊就用台语甲我讲。啊，了后伫阮本身也是逐个家族咧聚餐的时阵，因阿爸像即个囡仔的阿爸母，就是等于我的迄个下一辈的迄个弟仔吼，因也拢用华语讲，因咧少年辈拢用华语咧讲话嘛。啊，即个时阵，迄个大概甲因讲吼，恁袂使讲华语啦，因为听无啊，你若四姑婆听无，所以我是迄个讲台语，伊若无着我爱讲台语，我听有迄个人安尼。啊，无我甲着讲有孙仔甲无孙仔，敢着甲即个迄个有关系。阮是安尼，啊，迄个顺丰看有要补充无？顺丰台语最好讲哦。顺丰看你补充者吼好。顺丰，我感觉若是因为有孙的话，可能是讲要教孙仔讲台语，啊，伊就会超过伊开始对因囝啊，因的迄个伊的迄个兄弟姊妹开始讲台语，互迄个孙有一个讲台语的环境安尼。所以我感觉有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讲这袂歹。好，安尼啦，我来请迄个旭琪恁去做，旭琪你敢有要讲看卖？嗯，刚有听哇，你的声音会串呢。安尼还是我先互迄个明峰来讲，明峰你先来讲好。好头拄只吼。歹势，即摆是安那？旭琪你讲要安那？本来迄个我听美芬讲是着我。好，无我今仔先请明峰讲，来请旭琪去做诶人讲。来，明峰，请你先讲。好，迄个头拄只讨论出来结果是讲，即久诶社会吼，有就是通较早比起来，对台湾话较优先，就是伊款讲台湾话迄款压力吼，通较早比较起来减弱足济咯，就是。过来就是讲吼，就是对较早无讲伊史诶反弹，就是对，而且就是因为感觉讲台湾话吼，已经诚做一项吼，通好提升自信诶方式。就是讲话无共款，就是家己本领是迄个家己文化诶物件捡倒来，迄是咧提升家己自信。好，感谢，好，喂，多谢。旭琪恁去做要请啥物人讲？伊的声音，伊的 audio 有问题咯。对啊。网络有问题。咁有要请别人讲还是？我志愿啦，我志愿代表咱即组来讲。我是感觉讲，即个现象吼，和即马即个一寡台语家庭的现象足共啦。变成讲因开始讲，转来学台语是讲因伫遐咧想要用啥物款语言来教囡仔，所以开始学台语。所以我是咧想讲，这含变做讲有孙吼。人比无孙的即个人吼，会较爱讲台语，这有一寡关系吼。后壁主要原因吼，我相信是变做讲，拄则即个美芬员嘛有讲过吼，就是讲遮个政治的民主化、多元化吼，佮互人去感觉佮即多元的价值，而且讲遮的时阵，较想着家己讲。我家己的文化，我家己台语文化都强要无去啊！所以会当看迄个米芳华吼，伊拍迄个 video 吼，有100几万的人吼，毋知是130以上、130万以上。我介绍我看着是130万以上的迄个，迄无简单吼。伊主要内容就是讲，咱这台语要灭种啊，咱爱大家来救。所以我是感觉讲，台湾的社会普遍吼，有这个共识啦，有这个共识。即摆的困难就是讲，大家即摆的做法真分歧啦，吼。无共做法的人，伊感觉讲伊上对，袂晓去和别人合作，吼。这是咱需要合作的中间。而且我拄则伫阮小组分享的，我会感觉讲，我对你即个较正确的即个。即个研究的分析吼，看到的，我感觉讲对台语的发展足乐观啦。因为咱咧看即种分析的数字吼，咱袂当去看绝对的数字，咱咧看趋势啦吼。所以是看数字，咱会足悲观，较会真啊少。但是你若看迄个趋势吼，咱应该是足乐观吼。包括讲迄个台北，你拄则讲迄天下杂志吼，伊咧讲即摆咧咧注重台语的是精英阶级，这拄啊含市场学咧讲咧介绍即adoption啦吼，咧开始咧采用即个
新科技产品的迄款个情形拢是共款。因为语言呢，语言的即个情形哦，含即个采用新科技产品足共款，因为伊迄个 learning curve 爱较悬，所以就是讲不只个所以若照讲因即个 model 来讲吼，介大生拢是差不多几 percent 的人呢，足少5-6%的人先会来使用即个产品，佮落来较去影响着差不多 early bird， 差不多15%，了后变做讲大众较慢慢去adapt。虽然即摆台语的情形拄好是还佫徛伫即个精英阶级，即个几趴、2-3%的中间，毋过这算诚重要所以我是感觉讲对你的即个数字的分析，我感觉讲诚乐观，因为咱趋势是徛伫咱即边。好，咱咧想嘛好，咱咧想较乐观，好，感谢，我感觉这个想法拢诚好。我即马吼来讲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我甲讲吼，这叫做这种孙子效应吼，我甲叫做讲叫做家族语言的病视感，就是讲，因为这个有孙仔的阿公阿嬷。因为我头有讲嘛，因遮拢是迄种因台语有若拢算做流利的人，这台语讲了流利的人呢，因上界有法度感受着讲台语特别无去迄种感受呢，应该就是甲孙仔咧讲话的时阵，伊应该甲伊的后生查某囝讲台语无问题，甲伊的兄弟姊妹嘛无问题，毋过伊要甲伊的孙仔讲台语的时阵，就出现问题所以就是隔了这2代这么大的一个距离感受着讲无法度甲孙仔用台语沟通的，讲无话的这种感觉，互伊，互因的感受着讲台语呢，真正足危险嘛，所以讲呢，所以我咧访问的这个访问的过程都有诚侪人拢会甲我讲。我甲因问着即条的时阵，因拢会甲我讲啥呢？迄孙仔袂晓讲台语，孙仔听有袂晓讲，北部的袂晓讲。因讲因的，我讲我的。我讲台语，因用因的国语甲我应，敢若外省的。也就是讲呢，因即代的，佫会晓讲台语的遮阿公阿嬷呢，因甲孙仔讲话的时阵是上界。迄种刺激是上界强的，感受到台语的流失是上界强的，所以这我叫做家族语言的病视感，伊这种病视感嘛有可能是伊的后生查某囝互伊的，因为呢有一寡因就会讲着讲呢，阮的囡仔拢叫我爱教孙仔讲台语，因的后生查某囝家己无要教孙仔讲台语，会叫家己爸爸妈妈呢，你爱教囡仔讲台语安尼，迄另外一个原因嘛是因为即马拢本土教育学校有咧教嘛，所以因就想讲安尼叫阿公阿嬷来教是上界自然的，所以讲呢，就讲遮有孙的迄个阿公阿嬷呢，有诶可能是因为后生查某囝安尼拜托，有诶可能是因为伊家己去感受着讲教孙仔真正讲无落来，所以伊才有迄个使命感，想要去将台语呢传承落去。有迄个使命感了后，就亲像拄迄毋知倒一组讲诶，就讲伊会想讲教后生查某囝，还是讲教兄弟姊妹时，就会想讲尽量讲台语，互咱诶孙仔有迄种台语诶环境，安尼。这就是阮在做社会语言学，就是讲咱看到的数字咱就是爱提出一个解说的方式。这就是我目前我家己有法度想到的迄种解说的方式，安尼我毋知我是对还是毋对，毋过这就是我目前会当想到安尼好。其实尾仔遮我来讲到这个孙子效应会互我一个延伸的联想。我就感觉讲咱目前的这种现代人的这种
生活的安排，伊对台语吼的推散吼，有一点较不利的所在是安怎呢？就讲吼，你看迄种有孙仔的人，伊才会去感受着讲台语的流失真严重，有迄个意识吼。啊，毋过咱即马新的少年代呢，其实就讲即种三代同堂，即马已经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吼，啊，另外呢，就讲无结婚，还是讲有结婚无想要生的人，嘛愈来愈侪。吼，啊，另外佫有一个足明显的趋势，就是即马足侪人拢爱家己住，拢较愿意，拢较想要家己住。吼，啊，遮个人，比如讲呢，伊可能你当时伊就是去上班，伊就是讲华语嘛，一定是讲华语。啊，伊倒来厝的时阵呢，可能就是伊有机会讲台语的时间。毋过呢，伊倒来厝的时阵呢，是家己一个人。吼，所以讲我感觉遮个新的即种居住的形式呢，会对咱吼推广台语的即种较不利。吼，就讲咱爱针对讲，这是一种新的趋势。吼，啊，所以讲，吼，因为我拄要表达的就是讲，你就是爱有甲孙仔住做伙的人，你才会去感受着讲台语流失的严重。吼，咱在场遮吼，拢是迄种台语意识较强的人，所以咱甲一般人是无共款的。我即马咧讲的是一般人。吼，一般人呢，伊若家己一个人住的时阵吼，伊讲话迄种对象，吼，伊伫厝内底要讲台语的机会其实是足少的，因为伊出去外口的时阵，大部分拢是讲华语。啊，伊倒来厝的时间呢，除非伊是打电话互爸爸妈妈还是兄弟姊妹，若无呢，伊一个人伫因厝的时间呢，讲话机会就已经真少啊，毋免阁讲台语的机会安尼。吼，所以讲，我感觉咱咧推赛台语的时阵，需要去考虑到即个问题。吼，好啊，最后啊，我就来讲我的结论。吼，我讲即全世界吼，即种吼家己一个人住的即种趋势，真正愈来愈明显。吼，即伫德国啊、荷兰、法国、日本，吼，因这比例拢是40几%、30几%。吼，就是讲一间厝内底敢一个人住。吼，咱台湾啊，叫做无偶的部长。吼，这呢已经占41%。吼，所以这是足明显的一个问题。吼，就是婚姻观念的改变，还有高龄化。吼，就算讲高龄化，吼，咱嘛有愈来愈侪老大人呢，伊若有能力，伊会甘愿家己住。吼，想讲莫甲后生查某囝做伙住。吼，这是一种新的趋势安尼。好，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写讲呢，这叫做仪式缓解。吼，仪式缓解的意思就是讲，其实就讲大趋势来讲呢，是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吼，毋过呢，咱有看到讲即种有孙的人，还是讲较少年辈，还是讲教育程度较悬的人呢，因对孙仔讲台语的即件代志呢，无咱所想的遐尔啊严重。吼，所以看起来敢若有一点点的希望安尼。吼，好，来就是讲吼，最后我就是要提醒讲呢，因为阮即篇文啦，伊个方法，咱拢是去问对方讲，你家己感觉你讲甲孙仔讲台语的比例是偌济？吼，这拢叫做 self report。吼，这 self report 有当时无准。吼，因为呢，像拄细聪有讲着，吼，伊明明都拢咧讲华语，伊佫讲伊是台语人安怎？吼，这就是讲你若无录音，你毋知讲你其实你讲的拢是华语安尼。吼，所以这是即种研究的欠点。吼，所以讲，我的即个主题，我就甲讲吼，仪式缓解。吼，因为我毋敢讲甲伤过乐观安尼。好，安尼，我即篇论文其实是已经有发表，大家若想要读对即篇有兴趣吼，他来甲我讲。好，今日个分享就讲到遮，感谢大家。感谢即个
米粉丸，米粉丸。你有爱，你有爱我你介绍吼，我尽量好，我要甲你讲，拢动起来，所以我就讲，米粉丸子，来甲咱做遮精彩的分享啦，吼。拄则我讲了是变做做一个运动者，我会讲较乐观的啦，吼。其实事实是有乐观的理由，因为咱咧看吼，我咧看迄个 slope 吼，就是讲迄个。迄个趋势，迄个趋势图吼，你感觉有明显吼，明显有对咱有利的趋势啦吼。所以咱即摆会当若要离开的人，咱毋免说离，你着家己离开吼。咱若有事要搁开讲的吼，咱欢迎伫遮吼。